輸入勞工計劃本身有唔少規定保障本地工人飯碗，不過有飲食界人士認為，就算有僱主違規，政府都難以追查。本港輸入勞工之後，部分本地工人報稱被解僱。勞工處最新回覆話，截至今年7月，當局接獲215宗嘅投訴，涉及僱主懷疑以輸入勞工取代在職本地僱員。有業界話，雖然當局規定僱主每請2個本地僱員先可以輸入1個勞工，但係政府好難追查違規嘅情況。譬如講，我20人請10個，我而家呢度炒咗2個，得18個，仲係保留咗10個㗎。政府呢度就係有時隻眼開隻眼閉，冇去執行唔到㗎。政府規定輸入勞工嘅薪酬不得少於本地工人擔任相類職位嘅收入中位數，但係翻查統計處資料，2023年7月份去到9月份，亦都即係輸入勞工計劃開放申請之前，住宿及膳食服務就業人士收入中位數係16,000蚊。今年4月份去到6月份已經升到去17,000蚊。有工會解釋，輸入勞工到埗之後，申請嘅時候遞交嘅工資中位數往往已經低過市價，令到僱主有誘因解僱本地員工。